苗栗南庄国中接受中国方面资金的企业的捐赠，捐赠什么呢？营养午餐费60万。捐赠典礼结束后，大家伫红布条呢，摕红布条的门口伫翕相，看一个真济布条顶面写什么？有情怀19今日报道台湾，引起争议。有人批评讲为了钱无价无原则。即马校长讲为了避免争议，会将钱退营因。一群人手举红布条啊，伫校门口翕相。一个红布条顶面有几支白酒的相片，还佫有写有情怀的19今日报道台湾。还佫有这张60万的支票，这粉色的纸是刻着原本的字，写2019年。较近的看，原本的字是写中华民国。这几张合照是中资企业捐赠营养午餐费，互苗栗南庄国中的群所翕的相片，指出来有人感觉学校是教育场所，无应该因为企业捐赠就配合拍宣传相片，但是嘛有人无同的看法。可能有点过度解读吧，这应该看起来就是很单纯的一个捐赠仪式，捐赠给偏乡的仪式。我觉得对这个小朋友是好的事情。校方讲，对方嘛是一心想要捐营养午餐费给学生，既然引来争议，那安尼甲捐款拢退回来。我们想说，将这个所有的金额跟款项汇回，然后也希望说能够让事件能够暂时告一段落。苗栗县府教育处讲，捐赠无违背政策，只是所翕的相片看来较敏感，被人记做是做法无适当，嘛请学校改进。